国总统马克宏讲卖插台湾议题引起争议，但马克宏解释讲法国甲欧洲立场同款，支持维持现状。歌剧片影伫咧纽约 Broadway 搬35年，超过13000场演出，但因为了钱宣布煞稿，4月16就是上尾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国拄伫咱附近军演3天，但是佫宣布要伫咱北边进行航太活动，要为警示区禁止飞行。本地是讲要禁3天，今日早起讲是改27分钟，所以是会有33个机爪受到影响。不过，根据中国福建海事局下晡发的航行警告，讲4月16早起9点到下晡3点，东海有部分的主翼可能会有火箭的残骸落落。咱的交通部就表示，目前空运受影响的时间无改变，同款是27分钟。不过水路是会发6点钟的航船公告，提醒民众都要注意。中国福建海事局13下晡发布上新的航行警告，4月16早起9点到下晡3点，伫东海部分水域会有火箭的残骸，禁止进入。时间到12回应咱国进行27分钟航太活动有出入。交通部经过查证了后，研判中国应该是考虑火箭残骸等等对海上航行安全的影响，爱时间排除。空运的部分，咱国已经有备案，会设对福冈飞航情报区。也跟这个福冈的飞航情报区已经有沟通了哈，就在27分钟的这时间，它会往南飞，就是脱离原来的航道往南飞，由台北情报区去接福冈的情报区。海域也一样哈，海域是航船布告也是今天晚上9点会发布。交通部行政署当地讨论，13暗会发布飞航通告、甲航船报告，提醒空协甲海协的业者设别条路行。若敢是会取消航班，时间较晚才会知影。有一技术分析，以空运来讲，即届中国为管制区比2022年8月，中国军演的范围还佫较大。经过台北飞航情报区重要的航点安保，遐个航机拢会受到影响。至少有8条航路封起来，差不多是往北拢无法度飞出去。上一次的它有设置一些这个禁航区它都稍微有留一些缝隙可能某些地方避开了航路，某些地方可以让我们航空器可以做一个转向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它的这个大概有8条在台湾北部非常重要的一个航路全部都已经挡到了前技师讲，以台北飞东京做例，西路行了后，差不多会增加半点钟的飞行时间。虽然演出的时间无算真久，不过就民航的角度来看，封锁的范围真大，真无正常，嘛毋是干影响台湾尔，附近国家的航班嘛会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演毋但造成航空的困扰，这渔民嘛毋敢出海。不过，根据法国媒体法新社亲自去马祖采访的报道，对渔民来讲，这中国渔船行过界掠鱼是比军演更较高人怨。中国渔船不时过界，佫会攻击咱的海巡甲渔民，牵石头驶船甲咱讹。就算讲无直接接触，中国渔船嘛抢走真侪马祖渔民的渔获。咱看边仔这张图，规片天是青片片，这毋是啥物美丽北极光，是中国渔船点灯火生鱼仔，咱海钓的鱼仔就会走过因遐。上界严重的，就是中国掠鱼是用电的、用泵的，生态害了了。咱的渔民就认为讲，中国渔船过界事件愈来愈肃常，惊讲总有一天鱼会互抢了，因就无法度趁食。将钓倒来鱼包好装箱，过去几年，马祖渔民怨叹，因为中国渔船干扰，渔获量一直受影响。他们的越界捕鱼呢，这个是对我们当地渔民跟百姓来讲是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的越界很多都是拖网渔船，那他把我们的生态给破坏，然后把我们的渔业资源给掠夺。渔民讲到中国渔船的干扰动作，包括装设 LED 灯吸引鱼灯过去，影响海洋食物链，使用炸鱼电鱼等危害生态的掠鱼方式，甚至也向台湾渔船弹石头，破坏马祖渔民的渔区甲渔网。它甚至会破坏我们的渔具、过渔网，所以对我们来讲说，这个伤害蛮大的。海巡署去年就赶走9000只非法外界掠鱼的中国渔船，也毋过对岸渔船定伫暗时出现，互海巡队袂赴赶到。几啊年前，马祖也互中国的抽沙船包围，数量达到100-200只，因伫马祖4区位海峡非法采沙，海底电缆几啊摆都安尼断去。
if we ignore these sand dredgers, then we allow the destruction of our infrastructure or our fishing industries. However, if Taiwan responds to Chinese civilian vessels with military force, then it also gives China a pretext to escalate tensions. 法新社报道，中国渔船对马祖的干扰已经真做常态，让当地渔民真无奈，都惊有一天渔业无法度搁维持生活。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法国总统马克龙顶一日访问中国的时阵讲，欧洲爱避免因为咱台湾加入中国甲美国的冲突，失去面甲臭头。结果，昨伫咧荷兰接受访问的时阵，随解喙，讲法国甲欧洲伫咧台湾的议题立场共款，支持维持现状。法国总统马克龙进前表态讲，欧洲爱避免因为台湾甲中国起冲突，无应该受到美国的牵连，引起国际上讨论的声音。结果12日伫荷兰访问的时阵，马克龙解喙啊。Position de la France et des Européens est la même sur Taïwan. Nous sommes pour le statu quo. Et elle est constante, cette politique, elle n'a pas changé. C'est la politique d'une seule Chine et la recherche d'un règlement pacifique de la question. 马克龙强调讲，欧洲无应该正做华府或者是北京的追随者。不过，就伫马克龙台海言论引起争议的时阵，法国国民议会邀请台湾的数位部长长虹伫山顶参与听证会，分享对抗境外网络攻击的经验的时阵，嘛讲出台湾的遭遇，并不是甲欧洲无关系。afin qu'ils affichent des messages malveillants. Malgré ces attaques contre notre démocratie, nous l'avons emporté. Alors il ne s'agit pas là d'un Audrey Tang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n issues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cybersecurity shows the depths of the Franco-Taiwanese relationship has actual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o cover new issues and not only focus about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is is about threats and sharing experiences. 学者分析，台湾甲法国之间的交流，伫这几年持续深化，其中议会外交是关键。也有媒体报道，有法国的外交官讲，马克龙认为台美蔡总统甲麦卡锡见面是一种欺辱的行为，不过外交部是无安尼认为。我国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强化交流，这都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也会积极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不会画地自限。这不是对任何一方的挑衅。也有法国内部最近会有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驻法大使吴志忠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嘛表示，法国的舆论嘛拢表达对台湾的支持，钦佩台湾会当克服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型新闻。日本出名的作家村上春树6年，打总算阁出新小说《城市和伊无确定的墙》，今日正式就市。卖少册店比平常时提早2点钟开门，满足册迷需求。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生育率低甲真离谱，即阵全国6000外间小学啊，竟然有145间因为无学生无法度办入学，阁有4分1的国校新学生无90个。英国《Times》报道，英国白金汉宫表示，哈利王子确定会参加老爸查尔斯国王5月初6的加冕仪式。不过，伊的某囝袂对伊返去英国，袂去参加。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面册母公司 Meta 降大钱投资元宇宙，请济相关技术的工程设计师。不过，说是裁掉2万外的员工，这阵企业的士气真歹。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田纳西州的众议院顶礼拜开除议员，顶日有市议会重新委任互开除的议员。但谢尔比县议会嘛投票通过，甲另外一个去互开除的皮尔森送得去众议院。南美洲的国家玻利维亚有几落的行业拢在抗议，老师是要求政府提高教育预算，反对新课纲就计示威，不过说是去互部队镇压。也若是新闻工作者，是不满政府提出新闻法，限制新闻自由，即阵嘛当咧行街路抗议。警方咧抓抗议的老师和民众爆发激烈冲突，警方部队持续发射催泪瓦斯和插弹对付群众，群众嘛抓棍放炮回击，街头全是乌烟，哪像战场。玻利维亚爆发教师示威潮，警民冲突已经持续几个礼拜。群众要求政府提高教育预算，增加公立学校师资，嘛反对教育部最近公布的新课纲，
双方协商破裂，受于告诉放强拉镇压。No a la ideología de género, no al adoctrinamiento, libertad, eso queremos para los chicos. Nos están reprimiendo. El gobierno dice no tener presupuesto para educación, pero sí hay presupuesto para comprar gases lacrimógenos, para balearnos. 抗议老师讲，政府伫示威期间，讲要保卫国家安全，开800万美金买进步装备，却无钱改善教育，实在是倒头行。那老师上街头拜三个一阵新闻工作者，嘛卖孤单的，踮咧首都拉巴斯发起示威。Sobre todo que se respete la libertad de expresión, que es la base de la democracia. 抗议人士讲，玻利维亚政府最近提出新的新闻法案，规定为了保障人权，要处罚种族主义、受分和歧视言论。不过因烦恼，实际目的恐惊是要监督政府的媒体禁声，新闻自由会受到吞踏。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一间电子烟的制造商酒哦，用无实在广告向青少年卖电子烟。这间厂商是甲6个酒购华府超好和解金4亿6千万的美金。未来这间厂商卖商品会受到严格限制，即阵连上大股东嘛宣布退出。美国电子烟制造商 Juul 正经被告违反州法，用假信息向未成年人行销电子烟产品。12达成和解协议，同意赔偿4.62亿美金，超过140亿台币，和华府甲纽约州等6州。This is the largest multi-state settlement with Juul and includes the most stringent restrictions on the company's marketing and sales to protect and to prevent minors from vaping. 电子烟和普通烟同款，有尼可tin，未成年人使用恐惊影响认知发展，并造成呼吸和心血管伤害。美国各州控诉Juul想要用广告传达电子烟比烟草较未食条的错误资讯，来吸引未成年人购买。不过，公司自2019年起取消多种产品，并停止大量广告。制造商讲，改变营销方式，买公司电子烟产品的18岁以下人口已经减95%。Juul not only didn't care, it actively tried to hide its truth from consumers. It lied about its efforts to combat youth smoking and to stop minors from buying its products. Just one pod of Juul contains as much nicotine as a whole pack of cigarettes. Juul 目前各地几内州有官司和公开调查。伊的上大股东马布分机制造商欧家，顶个月已经宣布放弃投资 Juul。去年的股声价值嘛按美金128亿，剩下剩2.5亿美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警告，美国青少年食电子烟的情况。同款使人忧心。去年10月的数据显示，大约255万的中学生，伫当年都食电子烟上少4个月，暴露出严重的公卫风险。公视新闻牛眼编译。纽约市虽然是美国真繁华的市区，不过这鸟鼠的问题算是真严重。根据2014年的统计，纽约市大约是有200万只鸟鼠。这几年因为疫情，美国禁止伫咧店内食物件，大家拢伫咧互我食，这是互鸟鼠有通找食愈传愈多。所以去年11月，纽约的市长就开一年15万5，差不多是台票400几万的年薪，要请一个灭鼠的沙防。条件是爱勇敢，爱有淡薄仔粗长、有恶人的气质。这个灭鼠官即阵是已经找到啊，是一个捌做过老师，甲校园斗灭过鸟鼠的科拉迪。科拉迪就任了后表示，灭鸟鼠的重点就是互因无通找食，邀请市民甲伊做伙拍拼。5、6只鸟鼠是敢若当作无人伫遮，一直弄来弄去，民众是惊甲喊甲大细声。纽约的鸟鼠真歹是有名的，不管是餐厅、徛街、公园，四界拢会当看到。互居民是有够困扰，为着解决这个问题，纽约市长亚当斯12日宣布讲，市府是请一个台鸟鼠沙防来。We are just really happy today to say that we have found our rat czar. There's a new sheriff in town. And with your help, we'll send those rats packing. 纽约市府去年是提出12万到17万美金，合台票是360万到520万的年薪，宣布讲要找做代志淡薄仔凶、敢若歹人的人来做台鸟鼠沙防。这几项真特别的求职条件是引起克拉迪的注意。伊捌做过老师，嘛捌伫公立学校做鸟鼠防治的工课。With a strong focus on cutting off the food, water, and shelter rats need to survive, and ensure
every New Yorker is prepared to take up this mantle in this fight. 新冠就任三趴会，克拉蒂嘛宣布讲，要对曼哈顿北部的下林区开始，要加强检查、做限制，而且强化涂骹的部分，互当地变作鸟鼠的禁区。纽约市最近几冬看到鸟鼠的事件是愈来愈多，部分官员认为讲，疫情期间餐厅禁止伫内面食，伫户外食饭的人愈多，鸟鼠嘛对咧增加。2014年的一份研究，估计纽约市大约有200万只的鸟鼠。这几年无较明确的数字，但是估计应该搁较侪。市长亚当斯是特别讨厌鸟鼠，伊就任的时阵就向鸟鼠来宣战，伊限制蛋粪素的时间，嘛推动尽量卖无采食米，避免去生鸟鼠来。即马请台鸟鼠沙防，伫鸟鼠大战敢会成功，市民拢真期待。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明年法国巴黎要办奥运，因的代表红仔弗里吉虽然是法国制造的，不过用的是中国原料，引起争议。港人是无用在做车布边仔的工课，刷落来是甲成品做上尾调查。这是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拉盖尔蛇，负责的厂商是叫做豆豆，是专门做红衣绒布、七头米和细条面巾的业者。因即摆红选定做2024巴黎奥运吉祥物弗里吉相关产品的供应商。弗里吉的造型是对弗里吉亚无边帽仔来的，特色是规个搭伫头壳，帽仔上尖的所在对头前，代表法国大革命，带大家推翻帝制的玛丽安娜，和革命军将是拢戴这种帽仔，和这种帽仔变作法国代表性的标志。Ça a été nos Jeux Olympiques à nous pour pouvoir aujourd'hui fabriquer cette mascotte en France. 代表法国大革命的帽仔，正做法国办奥运的吉祥物，厂商自然会去强调法国制造，但事实上，制造弗里吉的原料是对中国来的。公司的名听起来，搁敢若中国的公司，受到真侪批评。不过2024巴黎奥运品牌形象总监马蒂辛尼和制造商拢讲，无法度接受这种讲法。Les matières premières qui ne peuvent pas être produites en Europe. Pour des raisons de qualité, non pas qu'on ne sait pas faire, c'est parce que les normes de sécurité et la qualité imposée par un jouet en peluche en résistance de couture, en inflammabilité, en cahier des charges de production, nous imposent aujourd'hui d'acheter des matières spécifiques à leur fabrication. 照法国法律的规定，只要符合比例重要制定伫法国进行，就算原料是进口的，嘛会当拍法国制造的标签。做吉祥物的弗里吉其实只是一个帽仔的造型，但是却常常对伫咧出现，两只脚一支换作假脚，代表同一年参加拍运的选手。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歌剧比影是纽约 Broadway 办上过音乐剧，真正捌因为疫情停19个月。后来重新演出，票房一直拢无好，直了钱，所以宣布要刷稿。上尾场就是4月16日，这礼拜。歌剧片影对1988年开始到今已经搬超过35档啊，演出超过13700场。歌剧片影这35年总票房嘛是 Broadway 上界悬的。这出经典的音乐剧就要刷稿啊，剧团的成员嘛对咧解散。这剧团的演员、乐团、幕后的工作人员，拢表示讲离开这个大家庭实在真唔甘。小可恐怖的剧情，正水的舞台和服装设计。歌剧鬼影这出舞台剧是小纽约的百老汇35档，但是疫情开始了后，就一直了钱。这出戏第一礼拜会搬上尾一届，最后一边化妆一边接受访问的男主角是真唔甘。And now that we've gotten to the last week, every moment is precious, to be honest. 已经唔知影伫偌济暗暝替这出剧在伴奏的小提琴手，我讲敢若离开厝去外口读大学遐尼艰苦。I can say without a doubt, I will be crying.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way I'll keep a dry eye at that point. It's just hard to imagine that I won't be playing it again. 另外，已经替这出舞台剧奉献35档的电工师傅，嘛讲后摆无法度搁看到观众哪哭哪离开的形啊。Watching them leave crying all the time and great emotions always. That's been the highest part. But then that's why we do it, yeah?
歌剧鬼影是安德鲁·洛伊韦伯经典的音乐剧，是对法国的作家卡斯顿·勒胡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是咧讲一个用面暗、家己真歹的面扎起来音乐天才，一直伫巴黎歌剧院替心爱的女观音克里斯汀来创作乐曲，落尾变作3个人的恋情的故事。这出戏1988年开始就伫百老汇固定咧播，35档内已经有13700场。即马听讲要结束啊，真侪观众拢赶来看。That my mom loved it so much, and it was her special show. So we're coming here in her honor. 第16上尾场即天嘛，按算会有真侪有名的人到场。这出百老汇上长寿的音乐剧，以后嘛会予剧迷永远去怀念。我是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